你摸哪儿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？今天的事情就是个意外。有那么巧的意外吗？那我也不想弄成那个样子。我以为你是过来跟我道歉，没想到连句对不起都不知道说。走开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那你说，你今天约我去公园，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，我有点说不出来。你还洒水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摸哪儿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来了，你来啦，快进来。你这么一大清早来找我，到底有什么急事啊？我迫不及待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快说快说！油画比赛得金奖了，你说是不是天大的好事儿？真的吗？金奖！嘿，恭喜你啊，师弟！一个崭新的油画大师即将诞生了。哎，坐。哦，对了，我比赛不是得奖了吗？有好大一笔奖金，要不咱俩去旅游吧，就当是给我庆祝。当然可以了，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。师弟，还是你仗义。不是还有稿子要赶吗？还有时间旅游啊？算了吧，那我还是以后再出去玩，先把我手上的工作做完再说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参加比赛的评委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画广告漫画的活儿，你要不跟我一起？赚钱的活，当然可以了。刚好我一会儿约了他们公司老板，我带你一起去见一下。好呀好呀。不吃早餐了？哦，对了，他们公司楼下有一家生煎特别好吃，要不然我带你尝尝。好啊，走吧。那你一个人吃吧，走。